别走啊！你笑什么？在这寒冰之地，附庸风雅，吹这么可笑的曲子。你说我吹的曲子可笑？无心无情之人所奏的曲子，不但可笑，还更可悲。像你这样纵欲滥情、自毁修行，岂不更加可悲？我用自己的修为救自己所爱之人的性命，有何滥情？你不过是块破石头，没资格在这教训我。本尊大度，看在你是个小小的狐妖，不与你计较，不要再挑战本尊的耐心。你口口声声一个本尊，还不是想让世人对你俯首帖耳、尊敬有加？你别以为你是神就可以主宰我小薇的命运，妄想！与我为敌，你可知后果？你错了，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的心。荒谬！身陷囹圄，还能贪恋红尘？红尘中，处处都是心香。男欢女爱也好，苦勤修为也罢，全在一颗真心。真心所向，必有所悟。我不求成仙得道，只求感受人世间的至情至爱，所以我不后悔。可你呢？无真心便无所悟。就算你修炼了千万年，不过是增加些法力，还是不能修成正果。所以就算是千万年，你还是走不出这寒冰之地。可悲！公主，这位请。人呢？啊，这边，在这儿。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你是？我是你三弟静儿啊。大胆，看见公主还不下跪？谁让你多嘴？退下！是。你就是他们说的金枝玉叶。原来我的三弟是公主，怪不得。大哥，我并不是有意隐瞒，只是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棒，出宫时也常女扮男装。而且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怕因为我公主的身份令你疏远，所以才未告知的。没想到。没想到我真的误伤了公主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现在看来，我真的死有余辜。大哥，你别这么讲。与你结拜之时，静儿就已经认定你是我的大哥。误伤之事更加错不在你。我现在马上就叫他们把你放出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放人呢！小的不敢。大胆！本公主谕旨你也敢不听？让你放就放。公主，请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看来没有皇上的谕旨，谁也不敢开这个门。大哥，
此事因我而起的，我都不怪你，别人怪得着吗？父皇那边回头我去说。现在你马上跟我走，快放人呐！是。且慢。臣见过公主。公主乃金枝玉叶，怎么能来这种地方呢？京城之地，本公主哪里去不得？下官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大牢阴冷潮湿，万一凤体染恙，下官恐怕担当不起啊。所以公主有什么事，还是吩咐下官去办，还请公主移驾外堂。丁大人多虑了，王英呢是我的义兄，抓他呢也是因为我而起的一个误会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放人的，可是他们不肯放人。丁大人来的正好，放人这事儿就好办了吧？公主，此事可能是场误会，但是抓王英是陛下的意思，下官只是奉命查办，还没有询问就把人放走了。大理寺无法向陛下交代，倘若陛下怪罪下来，下官丢官事小，这大理寺的众人也会受到责罚，恕下官不能从命。那我现在就回宫，劝父皇放人。你们问归问，千万不能为难大哥。公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怠慢了王公子，只要陛下的旨意一到，大理寺立刻放人。大哥，还要委屈你一些时候，我现在马上回去找父皇，等见你出来之后再行赔罪。好，恭送公主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照顾王公子。是。陛下，臣妾今日亲自为您泡的龙井茶，尝尝。父皇，公主，父皇，公主，父皇，静儿，你伤势未愈，又出宫乱跑。我没有乱跑，我是去大理寺了。去了就赶紧回来吧。来人，送公主回宫。是。父皇，误伤的事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王英还被关在大牢里，你就下旨把他给放了吧。查清？大理寺还未结案，怎么查清？一介草民伤我公主，墓中还有没有王法？好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大理寺会按律承办的。父皇，此事怪不得他，是我自己女扮男装，非要跟他比武的。一则他不知道我是公主，不知者不怪；二则他也不是故意伤我的，是我自己不慎跌倒，被刀锋所伤，这于情于理都没有触犯王法啊。你的错还没有认呢，你现在倒替旁人来说情。离宫也就罢了，女扮男装，劫持草莽，伤及面容，皇室体统何在？整天舞刀弄枪，惹是生非，再不严加管束，对那些心怀叵测之人严加惩处，还不一定惹出什么大乱子呢。父皇，公主，陛下说的是，即便是误伤，该惩治的还是要惩治。小孩子犯了错，大人都需严加管教，更何况是村野匹夫呢？而且伤的又是公主你。如果这事就这么算了，陛下的威严何在啊？往小了说这是目无王法，往大了说这是欺君之罪啊！王英乃是英雄侠义之士，怎么就成了村野匹夫了？就是因为他误伤到我，我才替他求情的。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不要你管我这些事。去，不得无礼。陛下息怒，过去公主年龄尚小，喜欢女扮男装，经常出宫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公主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，我想尽快为她安排一门好的亲事，这样公主的心也能安定下来。爱妃所言极是啊，看来招驸马的事儿得抓紧了。臣妾定当全力操办。兰妃，你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本公主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呢。陛下，臣妾也是为了公主分忧解难，也是为了陛下解忧啊！你好了，不得无礼了。父皇还要去看丹丸练得怎么样了，退下吧。父皇，
知丁大人，让他尽快除掉王英，省得公主再闹事。是。公主，公主，陛下已经下旨禁止你擅自出宫，你这样气冲冲的出去，陛下又要责罚了。大哥人还在大牢，我在宫里待得下去吗？不行，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现在就去大理寺，我就说是父皇应允放人的，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。公主，您这可是假传圣旨，追究起来是要治罪的。况且单凭口说，这大理寺也未必肯放人呐。到时候如果这件事让陛下知道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我就把大哥硬抢出来，看谁敢动我。公主，你冷静一些，听我说。这大理寺光狱卒就上百人，即便没有人敢对您动手，他们也不敢私自放人的。到时候必定会死命相拦的。公主，难道你真的要砍了他们不成吗？唉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父皇被那个兰妃挑拨得龙颜大怒的，王大哥死罪活罪都难逃啊。公主，萧小侯爷点子多，不如去问问他吧。对呀，我怎么忘记萧表兄了呢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阿莫，你也要拦我吗？阿莫不敢，阿莫护送公主去萧府。好。囚犯王英，胆大包天，持刀行凶，伤及公主凤体，毁其容颜，居心叵测，罪大恶极，按律斩首。今日午时3刻，处决。大人，比武误伤怎么成了持刀行凶呢？冤枉！但你伤及公主容颜，证据确凿，恐怕难辞其咎。就算是我有罪，但我也不是有心伤害公主。大人尚未过堂就如此判决，王英不服。王公子，这服不服呢？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本官。公子，准备上路吧。大人，我要见公主。恐怕你这一生永远都见不到公主了。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！大理寺有消息了吗？小人得到确切的消息，说午时3刻就要问斩王公子啊！问斩？你听谁说的？是大牢里的狱卒告诉我的。大理寺丁大人亲自宣布了陛下的旨意，这事儿差不了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静儿。表兄，表兄，静儿，你可来了！大哥午时3刻就要被问斩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谁下的令啊？怎么会这么急呢？看来他们是有意瞒着你，来个快刀斩乱麻。等你知道了也无可奈何。定是兰妃与丁权恨我没有答应婚事，趁机陷害大哥。没想到他们那么狠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快到午时了。这是因我而起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大哥枉死。可圣旨已下，该怎么救啊？就算你现在去求陛下，时间也来不及了。快拿个主意吧。我现在去法场，无论如何，就算是劫法场，也要救大哥性命。大人，午时3刻已到。醒醒！谁敢动？微臣叩见公主。丁大人，
公主，这是何意啊？本公主说过，王英是我的结义大哥，误伤之事也属意外。你这么着急杀我大哥，是否存心与本公主过不去？臣不敢，臣只是奉旨行事。那好，那就请丁大人给我几个时辰，待我向父皇禀明情况之后再行刑，如何？公主，臣职责所在，不能徇私枉法，拖延行刑。丁大人不加审判，便定我义兄为死刑，难道不是徇私报复？萧侯爷，本官自掌大理寺以来，秉公执法，忠心可见。你若不服，可以向圣上禀明，治臣不公之罪。但眼下，臣要按律执法，还请您与公主自重。你，公主，本朝律法非同儿戏，这劫法场更是死罪。即便是公主，也不能无视法度。还请公主莫要阻臣行刑，继续行刑。再有干扰行刑者，格杀勿论。谁敢动？公主，您若再不让莫侍卫下来，休怪臣执法无情了。这是御赐的金刀，众人听令。丁大人，见金刀如见陛下，你敢违抗，是否想让我将你当场拿下？本公主谕旨，若2个时辰之内，陛下未下新旨改变判决，你才可以执行。人呢？我先带走。公主，公主若直接把人从刑场带走，本官无法向陛下交代。这大理寺的颜面何存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，公主，你若能让陛下暂缓行刑，下官自然可以将犯人押回大理寺，等候圣命再行处决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父皇，你在这儿等着。公主留步。公主，这问斩之事已当众宣读，若无期限的推迟下去，可能会有损律法之威严。本公主言出必行，说2个时辰便是2个时辰。表兄，你先和阿莫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好。王大哥，你再多委屈一会儿。生死有命，也许我命中应有此一劫，公主不要为我耿耿于怀。大哥，我们结拜的时候就说过，生死与共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你枉死的。父皇，您一言九鼎，怎么也骗人呢？父皇什么时候骗过人？您从来就没有说过要将王英斩首，却私下里命大理寺行刑，这不是在骗女儿吗？那朕也没说过不杀王英啊。可是父皇，王英她是无辜的呀，您这么着急杀她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你贵为公主，她伤你就等于伤朕，胆敢犯上，何来无辜啊？朕告诉你，朕急着要杀她，就是让你以后断了胡闹的念头，给朕老老实实待在宫里，修身养性。父皇，为人当知恩图报，您可知道杀王英便是杀女儿我？这是何故啊？女儿日前遇险，多亏王英舍命相救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可是女儿恩还没报呢，就先将恩人的头砍了下来。父皇，难道您想看着女儿遭天谴吗？王英侠肝义胆，救我和小表兄于危难，您不但不应该罚他，还应该赏他才对啊。好，那如果您不答应呢，就一报还一报吧。先将王英的脸划伤，然后呢，再将女儿的脚面递给王英。您觉得这种方式好不好？胡闹！哼！陛下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饶人一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佛心一动，天地感应，实乃长生之道啊！对对对，
大师说的对，大师说的极是。既然禅师说情，那朕就免了王英的死罪。可是他不能在京城继续待下去了。既然你说他武艺高强，那就让他戴罪立功，前往南疆从军，为国效力吧。多谢父皇，父皇您英明。杀他父皇就不英明了吗？不是，英明。你让他即刻启程，免得你以后跟这些武夫在一起厮混，全无皇室体统。哦。你跟公主去一趟，宣朕的旨意。遵旨。多谢父皇。陛下有旨，免王英死罪，则其戴罪立功，前往南疆边陲，为国效力，即刻启程。大哥此去南疆，路途遥远，听说南疆蛮荒之地，瘴气重。这包里有干粮和银两，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及药品，你先拿着，日后也许用得上。谢谢二弟。大哥，别客气，你一定要保重。大哥，待日后有机会，小弟一定去看望大哥。这次我能够死里逃生，全凭二弟帮忙。大恩不言谢，为兄全记在心里面了。大哥言重了，此次能够脱险，全仰仗静儿之力。静儿被叫回宫，不能来送大哥了。也不知道你我兄弟三人何时才能相聚。二弟，公主女扮男装，是我愚钝，才会有结拜误伤之事发生。以后在公主面前，千万不能再提结拜之事了。公主为我所伤，触怒龙颜，后又鼎力相救，我王英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，只能以绵薄之力报效朝廷。大哥，大哥，总算赶上了，我还怕送不了大哥了呢。阿木，快把东西拿过来。大哥，这里是银两盘缠，带在路上用。公主对王英有救命之恩，王英铭记于心，无以为报，怎么可以再受这么重的礼呢？大哥，你我结拜一场，情同手足，什么公主大恩呢？怎么跟我说这些见外的话呢？对公主来说，王英的确是个外人。之前结拜的事情，全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可以再高攀公主。高攀？难道公主就不能有朋友，就不能以诚相对了吗？我就不稀罕什么公主公主的。大哥，你怎么竟然还在意这些身份俗礼呢？今天为大哥送行，就少说两句好不好？是大哥一口一个公主的，当我是三弟，伤了脸也没事。知道我是公主，就躲得远远的，这不是嫌弃我的身份吗？王英怎么敢嫌弃公主？只是所有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才会连累大家。这一次我离开京城也好，免得再给大家增添麻烦。那你就走啊！你走得远远的，再也别回京城了。阿木，我们走。静儿，静儿，冲！大哥并非拘泥世俗之人，这些银两你先拿着。我真的不能要。拿着。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大哥，我先去劝劝静儿，你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二弟保重。雪花落在人间的伞，静看洁净无瑕。谁叹故人留下遗憾？人眼前涂上红妆。落花飘散在天之涯，
大哥刚从鬼门关回来，又被发配到南疆，已经很难受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对他？我哪有啊？我放下公主的身份待他，是他故意排斥我，疏远我的。转的忧伤，又似无牵无挂，悠扬地飘到水面上，在哭花。是小薇姐姐吗？我是来救你的，快跟我走。救我？我不想走。这里寒冷彻骨，活活冻死人，难道你待得舒坦呢？你是谁？我叫彩雀。若非清夫人吩咐我来救你，我才不会冒险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呢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你请便。你这人还真奇怪，我要救你还要看你的脸色，真该把你丢在这里，跟那个馋嘴蛇待在一起才对。既然你不爱出去，就在这寒冰地狱里冻死算了。死便死，反正也没人关心我，倒与这寒彻入骨匹配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清夫人她很关心你。她关心我？那她人在哪儿啊？她为什么不亲自来救我？哎呀，真是蛮不讲理！一句话，走还是不走？不劳你费心。我不跟你废话，快点跟我走！病神那家伙一会儿就醒了，就不好办了。你还是快走吧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不觉得这里苦，反而在受苦的那一刹那，才证明自己好像是真正的活着。这茫茫人世之中，与其与那些无情无爱的人在一起，倒不如与这寒冰地狱为伴。顽固不化，算我白费心。差点忘了，这是夫人让我给你的丹药，先压制一下你体内的冰寒之气。还不拿去？怕是毒药吗？哼，我采去药酒，轮不到你说话。看来必须要到人间走上一趟了。主人，都是我的错，小的愿随主人一同去缉拿罪虎。你当真知错？我看你是被那妖狐所说的万丈红尘迷了心窍吧。小人不敢。记住，贪心痴念不改，纵使再修千年，也难成正果。是，冰蛇谨记。你因那妖狐让你心生挂碍，又因彩雀让你心生记恨，也算是你一劫。不如就到人间走上一遭，让你看看那过眼的繁华不过是虚妄一场。或许你才能放下。主人的意思是，应许小的跟您一起去了。谢主人恩典。
万奴参见长老大人。难得震天神师浮生，离开寒冰地狱，镇伏的妖魔无人看守，正是长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七煞之星还未解封印，不急。七煞之星。 哼！你们几个一起上！二王子手下留情！呀！ 这个贱人的儿子，居然趁着你跟司徒长老修习仙术的时候勤加练武，这不是摆明了要讨好你的父王，觊觎你的王位吗？他敢！野种而已，也想做万古族之王。不过这不是还有娘吗？娘怎么舍得让他抢了儿子的位子呢？王儿，等你继承了王位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我除了这两个祸害，省得碍眼。 娘吩咐的是。走吧。二王子功夫超群，属下不敌，甘拜下风。哎，是兄弟们让着我，要是你们全力以赴的话，估计我也占不了上风。哎，大家快起来吧！ 二王子，你还傻站着干嘛？赶紧上来啊！哎。 刚才吹的真好听。嗯。哦，过几天就是庆丰节了。按照族里的规定，未婚男女会在庆典上寻找自己合适的伴侣。到时候，二王子会选谁？我啊，当然是族里最漂亮、最温柔的姑娘了。族里漂亮的女孩那么多，二王子又是最俊美之人，比大王子还受欢迎呢。 谁知道，二王子会不会挑花了眼？我要是挑花了眼，你就飞到我的面前，让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只最漂亮的蝴蝶。二王子，我们的故乡好漂亮。我娘说过，她中原的故乡。 比这里好上1000倍万倍，就好像人间仙境一样。有机会我带你去啊！郑夫人的故乡是中原。是啊，我娘一直都说要带我去的。可是我们万古族人没有万古王的命令，是不能离开本族的。你不想去啊？是不是怕族里的人怪罪啊？不是，蝴蝶是二王子的人，二王子去哪儿，蝴蝶就跟你去哪儿。 蝴蝶啊，你放心，不管我将来是不是王子，我都会对你好的。而且中原要比万古族有趣的多，那里地大物博，美不胜收。也许我们在那里生活，
会比在这里畅快些。过去公主仗着陛下的宠爱，整日舞剑弄刀的，看不上这个，瞧不上那个。此次出事儿，还真是消停多了。能不消停吗？额头上那么大一个疤，哪还有脸见人呢？别说现在，我看以后也要留在宫里当老姑娘吧。不当老姑娘还能怎么样？之前大理寺的丁大人对公主有意，可是我得知他又另娶他人了，恐怕是嫁到藩邦也没人要啦。再怎么说也是当朝的公主，陛下的掌上明珠。你们这么说她，不怕陛下知道，治你们的罪吗？兰妃姐姐，我们也是实话实说呀。在这宫里呀，皇上最宠爱的就是这位静公主，也曾几次跟我说要给公主找个好驸马。我也四处打听了一下，可惜现在朝野上下没有哪家王侯公子敢娶我们这位静公主。毁容貌是小，关键是她这个脾气。若是先皇后健在，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。对对对，现在一说这事儿，陛下就唉声叹气的。我看呀，这公主留在宫里就是个祸害，不如出家当姑子去。前朝不就有公主替君出家？这样既能保存皇族颜面，也能让陛下省心啊。公主息怒，不是说伤疤能治愈吗？骗我，都在骗我！请公主息怒，一定会有法子的。换了那么多名医，试过那么多秘方，这个伤疤可曾好过半分吗？你快告诉我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请公主息怒。从今天开始，但凡在我寝宫里再出现一面镜子，你们一并治罪，绝不轻饶。是，奴婢遵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收起来！啊，是。亮是很亮，还可以当镜子用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整天喊个没完，你们烦不烦呢？当公主有什么好？原本和大哥好好的，现在他对我退避三舍。还有那个兰妃，一定在背后笑我的脸，和那些妃子们嚼舌根子说我是丑八怪，口口声声说要给我招什么驸马，还不想让天下人看我的笑话吗？公主如果不开心，可以去找萧侯爷玩，让他陪你散散心。出得了这皇宫，也出不了京城啊！我和被关在大牢里的阶下囚有什么分别啊？公主，陛下是怕您出事才禁您出宫，等过些时日就……那要等多久啊？不能出皇宫，不许有动宾戏习武，那我还能干什么？难道要像那些妃子一样，整日勾心斗角，背后说人闲话吗？什么金枝玉叶，分明就是无人理会的笼中鸟，被人厌弃的阶下囚。阿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阿莫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。
滋味，谁能解答？情话，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。